本輪英超諾定咸森林面對曼聯，阿摩連賽前發佈會內容。阿摩連表示，力辛道馬天尼斯雖然可以重返一線隊訓練，但係未達到出場條件，係唔會進入大名單當中嘅。另外，馬古尼上陣成疑，其餘球員基本都健康。呢場比賽係阿摩連出任曼聯主教練1週年嘅日子。阿摩連表示，能夠喺呢度工作係我人生中最大嘅榮幸之一，希望能夠長期執教曼聯。阿摩連認為目前戴治執教嘅諾定咸森林戰術風格同佢當時執教愛華頓嘅相似，但係會根據球員特性調整細節。阿摩連提到諾定咸森林擁有基比斯懷特、奧杜爾、安達臣等天賦極高嘅球員，需要針對性部署。阿馬特迪亞路同麥比奧莫喺1月後要參加非洲杯，但阿摩連表示唔需要擔心。喺訓練中睇到有啲球員表現值得上場，到時佢哋就會有機會為球隊作出貢獻啦。不過眼下我哋會繼續喺接下來嘅比賽當中使用阿馬特迪亞路同埋麥比奧莫，然後再睇返1月份嘅情況。